藍色，因為喺呢4隻色入邊，我覺得呢隻色係最唔女仔咯。哦，原來我揀 A 藍色咧，係代表我係會拋低一啲唔開心嘅嘢，同埋努力去提升自己嘅。但係我都認同我係一個唔會太留戀過去一啲唔開心嘅人或者事啦，譬如坤哥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同我今次首新歌都可以 relate 到嘅。可能好多時我哋會對於昔日嘅一啲美好嘅畫面，或者喺一段關係入邊曾經擁有過嘅一啲甜蜜嘅時光，而好想去 keep 住擁有啊，反而放眼未來，放眼前面嘅路，可能有更加好嘅事情，更加好嘅人會俾你遇到，俾你去經歷，所以太過話懷念昔日嘅一啲過咗去嘅嘢。今集嘅呢一位歌手啦，近年集中火力啦，就喺大中華音樂市場發展啦。原來唔經唔覺有3年冇出廣東歌噶啦，講緊就係 Hubert 胡鴻鈞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Hubert 胡鴻鈞。3年噶啦喎，係喎，屈指一算，真係有3年。唔係，我諗相信你好多個樂迷啦，應該都有 DM 過你噶啦。喂 ，Hubert 幾時有呢個廣東歌出啊？係咪唔再理廣東市場啊？你等你自己拆解下。我諗呢2-3年入邊，我收到最多嘅問題就係，除咗問我幾時拍《降魔》的第3季之外啦，我都仲問緊啊，仲問緊嘅就係問我幾時再出廣東歌，的確係。但係點解真係隔咗咁耐先出廣東歌咧？即係2023年啦，就加盟咗Sony China 啦。咁嗰陣時公司咧就好希望我喺之後落嚟嘅時間咧，就係出多啲華語歌嘅，係啦。而嗰陣時我亦都好多時間就會喺北京，即係我同公司都好希望就係自己可以更加了解到內地嘅文化。咁然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喺上面生活。咁當然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增廣見聞同埋好見識呢個世界嘅好好機會啦。就係喺呢2年嘅時間入邊就都推出咗7首嘅華語歌嘅，即係 Sony China 播有7首歌。係啊。咁我覺得今年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時候，幾好嘅時間去再次回歸翻廣東歌嘅懷抱。出現咗一首廣東作品咧，叫做《行運行李》啦。嗱呢首歌曲，哇！大家第一次聽嘅時候，即刻話：哇，好胡鴻鈞啊嘅感覺，即係大家有個 terms 俾你嘅，就叫胡式情歌咁樣嘅。其實首先我自己嘅創作入邊咧，好多時咧都會加埋我一個長期嘅音樂嘅戰友啦，蘇道哲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嘅作品咧，好多我自己創作嘅歌。都會同佢一齊 co-write 啦，然後佢就會係嗰啲作品嘅編曲同埋監製嘅。即係呢隻歌嘅靈感係點樣嚟咧？因為嗰段時間身邊有好多嘅朋友都因為各種嘅原因要離開，即係可能有啲要去出國留學，有啲可能同屋企人一齊去第二個地方生活。有種感觸就係有時有好多人之間嘅關係，或者有好多嘅事情，好多嘅無奈，或者好多嘅控制唔到，用咗呢一個 concept 去擺咗今次隻歌入邊。即係有種遺憾啊！有種可能昔日嘅美好只可以變成一啲回憶啊，咁樣嘅一啲感覺咯。所以你將你自己呢個 idea 就同咗填詞人阿木就傾呢件事，跟住得出呢份歌詞咁啦。同佢講我想寫嘅嘢咧，基本上佢都係寫到嘅。可能錄一段分零2分鐘嘅一個 audio，咁但係佢就已經 get 到，同埋佢會再令到成個好 general 嘅 idea 可能再深入啲，再 refine 啲嘅。嗱呢隻歌咧都因為你都講啦，都已經係2021年已經其實做起晒咁滯啊嘛，錄埋音噶嘛，據我所知已經係啦。咁到即係隔咗咁多年要再拎翻出嚟嘅時候，我知道係重錄嘅喎。冇錯，因為我哋 idea 咧呢個係雙方嘅 idea 嚟。因為第一我覺得可能3-4年前嘅自己。同而家一定有唔同啦，不論係或者係我呢一刻自己經歷過嘅嘢，自己嘅心路歷程都一定係比嗰陣時嘅自己唔同。既然我而家係想推出2025年版本嘅呢隻歌，咁應該係用翻2025年嘅自己去演繹咯。係啦，咁所以就重新錄過。對於我近呢好幾年自己嘅作品，我又好多管閒事啦，即係 MV 嗰度我都會參與好多啊，又揾邊個導演去拍攝。到個 storyboard 當日嘅一啲大大小小嘅嘢，自己都好中意，即係俾下意見咁樣嘅。咁今次呢隻歌都唔例外啦。再加上因為呢隻歌對於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啦，因為始終都係久違咗一段時間，重新再推出嘅一首廣東歌。
呢首作品就行穩行李啦，已經推出咗啦。咁係咪意味住喺2025年會有更多你嘅廣東作品出現先？我希望呢個係一個kick off 咁樣啦，係一個開頭，係一個開始啦。自己都好想繼續有廣東嘅作品推出嘅，係啦。咁呢樣嘢我會向我嘅歌迷去承諾，就係我會係啦，爭取喺今年嘅時間入邊可以有更加多廣東作品推出咯。好，希望呢件事快啲出現，好唔好？好，多謝晒你嘅 Thank you， Thank you。心一早遠飛，心一早登上夜半客機，心一早半死，心一早想過離場放棄，殘存美好憶記，放於行李，未告別你，讓愛轉移落腳某地，心多想遠飛，心多想擺脫現況有機，心多想抱起，心多想一切無憾收尾，遲遲放不低你，無力捨棄，絕望仍於一起，請准我自欺。